国库本就亏空，而且今年灾情又遍满全国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朝中之事，还是不要妄议了。眼前案情要紧。在下看完这焦尸，心中的想法也验证一二，不知二位有何看法？虽然我不信什么鬼神之事，但是这死状却非人力所为。虽然只有半炷香时间，但是尸骨却被烧成这样，而且尸身上的红色粉末说是衣服残留物，这解释不通。万捕头，请验尸。哦，指压斑移，湿地出奇。下面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尸体都成这副模样了，怎么验呢？徐大人，我可没有对你不敬啊，多多恕罪，多多恕罪。哎呀妈！动了！这尸体怎么动了呢？万捕头，你还是在外面等我们吧。我没事，我不怕。沈阳，你要是再敢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怎么惹你了呢？是他自己动的。我这也是为邢律师办事啊。于大人，你站住！于大人，好了，别闹了。你就知道护着他。哼，我不跟你们查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们知道你不怕，你回来吧，继续，回来继续啊！于大人，快走，快走！于大人，快呀，快走啊！于大人，此物有致幻功效，所以你认为是此物让现场众人看到了阎罗王的幻象，是吗？准确的说，是案犯利用光影成像，隔空在醉仙楼制造了巨大的幻象，并辅以此物，让现场众人深陷幻觉，并深信不疑。当时，在下也是目击者，和众人一样，都闻到了此物的奇异香味。众人皆以为是醉仙楼的胭脂香味，并未在意。等阎王出现以后，所有人都有头晕目眩的状况。此事在证人口供之中，大部分都有提到过。是幽檀草。听闻这幽檀草是一种来自仙楼的奇药，不但能致幻，而且极易燃，价格昂贵。据说只有太医院才有此储备。近年来，听闻太医院都没有此物了。于大人有所不知，此物并非太医院专有。此话怎讲？于大人，可曾听说过鬼市？
啊？哎，是。啊。哎哎，你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我刚刚去找他说话，他怎么没有理我呀？公子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哎，你看这位公子笑起来真的好迷人呢，你看呢？喝花酒呢，还花的我的钱。哼，好啊你沈瑶，喝花酒敢花我们刑律司的银子，给钱。哼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再说一遍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啊！你，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你要去鬼市，但鬼市只有晚上才能去，现在去不了。别废话，跟我回刑律司。你干嘛？你这个疯女人！哎！走，她真的是个女的，好凶啊！哎，快走！你干嘛呀你？哟，你来了。打扰了某些人逍遥快活，真是对不住啊！哎，万捕头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倒没什么，你可别辱了人家花掌柜清白。哟，就你这样的人还知道怜香惜玉啊？啊！万捕头，您就别说笑了。若不是上次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进刑律司，我也不能沦落到让所有客栈不接纳我的地步啊。这么说来，该是刑律司给你赔不是了啊？不瞒玉大人，我上次从刑律司出来，无处可去，我只能借住在醉仙楼。玉大人，看在我为刑律司鞍前马后效力的份上，不知道这刑律司能不能让我和我兄弟借宿一下，哪怕是在这门房里搭个小床。可以啊，刑律司大牢特别宽敞，胡子里招待一下。哎，别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问问玉大人，这刑律司能不能让我和石榴借宿一晚？好你个沈瑶，敢打刑律司的主意！哎，玉大人，不知道现在这刑律司谁说了算？石榴，不得无礼。看来这刑律司有人不待见我们。玉大人，到了。哎，罢了，本官在自家宅子划出一间屋子，你二人就暂住那里吧。那玉大人这般决定，在下感激不尽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我们住玉大人的房子，你有什么好不同意的？
万捕头有别的地方给我们安排吗？请问万府在哪儿？没有万府，去了就怕你没命住。哎，你二人随我来吧。哇！大哥，你看山，太大了吧这个院子！哎，这还有小燕子！小燕子！哎，大哥那边也有！哎，你别乱碰！太棒了，玉大人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！哇，大柿子！哇，石榴，这么大呀！怎么又是你？看看你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万捕头，大哥，这屋里有人啊，都是女人的东西。哎呀，原来这是玉大人和嫂夫人的房间啊！嘿嘿，对不住了，道歉。对不住，玉大人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原来是嫂夫人不愿意让我们住进来啊，多不好意思呀，是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是嫂夫人啊？我也是租界的。玉某尚未成家，这里是万捕头的住处。大哥，万捕头和玉大人住一起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莫非是住客栈太贵，玉大人和万捕头一起住省钱的吧？一起住又怎么样？你来这儿住也得给钱。还有，今天下午的酒钱，给我。啊，玉大人，他这可不讲理啊！对啊，他是二房东，你得听他的。这个院子里，我也得听。好，那这个月先欠着，等我破完了，进入了刑律司之后，你们从享钱里扣吧。走。哇，大哥，你们俩不能去那边！这么大的房子，你干嘛把他招进来啊？公主，你别看沈瑶泼皮，实际可堪大用。京城才俊多如过江之鲫，我也没看出你对谁青睐有加呀。京城连发大案，这沈瑶突然出现，我觉得她身份并不简单。留下他二人其实是试探，如果他们心无歹意，留下便是；如果他们心怀不轨，那就把他们抓了。哼，反正我也说不过你。我们说好了，在这刑律司，我得听你的。那你说留下，就留下呗。倒是公主，你来刑律司查刘侯之案，住在这里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怎么，你还要赶我走啊？我不，哎，你别闹，别闹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也太好了吧！石榴，咱们以后就在这儿生活喽！你起来！我就不！沈瑶，啊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沈瑶，你住在这里可以，但是有3条规矩。玉大人请讲。第一，除了这间屋子，其他房间不得擅闯。没问题啊。2，不能胡闹，脏了院子。3，不能大声喧哗。记住这3点，你才能住下。好，我和石榴都记住了，那就多谢玉大人了。多谢玉大人。我们走了，走。哇，大哥！哎呀，于大人，是。哇！哎呀！哦！哎呀！大哥，大哥啊，坐。哎，大哥啊，这万捕头怎么住玉大人家里啊？这玉大人可是刑律司总捕啊！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些啊？
好奇嘛，万捕头一个姑娘家，住玉大人家里，大哥，你说他们是啥关系？会不会啥关系？没啥关系。你要是闲着没事，天天关心这个，干脆你回去管理阎王殿啊！啊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们来这是干嘛的？大哥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现在玉长风呢，还不信任我们，所以要先过了他这一关再说。哎，哼，你们穿成这样就出门啊？这鬼市可是鱼龙混杂之地，你们穿着官服出去，怎么能合适呢？哎，赶紧换去！切，快去呀！去啊！哎呀，切，可真有意思。哎啊，碎银子和黑布带了吗？都带了，大哥。你有病啊？你才有病呢！哎，不是，你穿这身干嘛？不是你让我换便装的吗？玉大哥呢？我们走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穿这身不能进鬼市。我这身怎么了？我感觉还挺好的呀。我好久没穿女装了。哎，大小姐，你穿这身进鬼市的话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富家千金。你要是被盯上的话，你不被抢劫才怪呢。你少吓唬我，谁敢抢行律司的呢？哎，你知不知道鬼市有多危险啊？就你这身进去，你不一定被卖到什么地方呢。你非要穿这身衣服的话，也行，但你不能这么好看。我给你重新装扮一下。哎，男孩子不能随便进女孩子的闺房，沈大哥也不行。你不去拉倒啊！哎，那你去帮我打盆热水吧。哦，走吧。你不能去，我大哥都进去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你比沈大哥笨，你不能进。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别乱动！这就完了。好了。天哪！谁让我杀了你？沈阳！沈阳！我杀了你！哎，你别冲动啊！你要干嘛？哎，你看你给我弄的这么丑！我是为你好。好个屁！你这样才能去鬼市啊！哎，别！哎，怎么了？嘿，喂，救我！不能过去。怎么都不能相信你！喂，你别闹了！你还跑！别追了！玉大人，快救我！他要杀我！玉大哥，你看看我，你帮我教训教训他。哎，你还跑！哎，我们要在那边呢。过来看看吧。
哦，我们再随便看看吧。好啊，挑挑吧，这地方跟我走吧。看看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不错。这里就是鬼市。哼，我跟你们讲啊，鬼市规矩多，千万别犯什么忌讳。而且呢，咱们此行查到线索是此案的重中之重，容不得差池，在这儿都得听我的。喂，特别是你，千万别捅什么娄子。喂，我找你来是来带路的，你才不要捅什么娄子呢。还有，怎么查幽檀草，我们自有办法。哎，那要是万捕头有什么方法的话，还要告诉大家一二啊。那你乖乖跟我们走就对了呀，对不对，易大哥？唉，反正我的赌约呢，也剩下最后一天了。如果你还在这儿耽误时间的话呢，到时候别怪我不认啊。万捕头，还是听沈瑶的吧。还是玉大人民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在这儿的话呢，我是大当家，你是二当家，挑挑吧。你是丫鬟。16呢，你还当16吧。好嘞，大哥。不行，怎么，你不服吗？我当然不服。不是说了吗？查案我说了算，我要当大当家，你是杂役。行，我是杂役，我可不想惹什么麻烦。哎，杂役，杂役，你见过幽檀草吗？没见过。既然我们大家谁都没有见过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啊？啊？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姑娘手中的乃是蜜草藤，有奇香，是专门用来斗四翅鸟的。要不要买一点啊？哎呀，真的是没见过世面的丫鬟，还说自己是个大当家。我们还是赶紧去寻找其他线索吧。哎，干嘛呀？怎么打我大哥呢16，不理他。反了你们了，两个杂役还……我刚才见一个人走过去，甚是可疑。我前去调查一番，去就来。哎，此地岔路小道甚多，容易迷路的。你确定你要自己去？你以为我们与二当家跟你一样啊？对吧？易大哥，你早去早回。好，你二人一定护得大当家周全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大哥，早点回来啊！是秋姨，是秋姨来了。哦，哎，此地异常凶险，16，快护着二当家去啊！好，走吧。谢谢啊。这鬼市啊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哎，你是来查案的还是来玩的？那个老人看样子不像是唬人，而且从他刚刚说的话来讲，他肯定知道幽檀草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我看你就是来玩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得问一问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你知道线索吗你？不知道就跟我走呗。切。
先生，请问您知道哪有幽檀草吗？这鬼市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姑娘为什么会问这个？啊，家事。请问老先生，哪有幽檀草啊？看来姑娘是第一次来鬼市吧？我都来鬼市好几次了，我。哎，就你这水平，就别撒谎了啊！别废话。看姑娘样子，年纪轻轻，前半辈子荣华富贵，可今年把这一辈子的好运都用尽了。接下来命中劫难重重，罢了罢了，你走吧，这命相啊，我送你了，好自为之吧。老先生，我听闻鬼市有一位奇人，通晓鬼市大小之事，耄耋之年，又如顽童一般，性情古怪，下棋成痴，自称是百先生。想要让百先生指路，就得赢百先生一盘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是先生您吧？你倒是有些见识。这棋子残局，你赢了我任凭你问这鬼市里所有事情，无所不谈。输了，我便从你身上取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要看你身上有什么了。这样吧，老先生，我们2个人各给您下一盘棋，只要您看上我身上的任何一样东西，您都可以要，或者您从他身上拿也行。他先来。老夫下棋不喜闲人在此，这屋里啊，只能留一位啊。我知道，观棋不语。啊，不，哎，是不让观。请。你是谁？这位公子果然身手不凡，不愧是刑律司总捕头玉大人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看我，给你看便是。看来，小女子是得罪玉大人了。你引我到此处，到底有何用意？于大哥，对了，玉大人，我叫秋怡，你要记住我哦。哎，于大哥，抓不到了。16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帮你啊。来帮我？对，我大哥叫我来帮你的。于大哥，那我们回吧。请问你有什么？我倒没什么，不过我有消息。拜先生，你不想一想，找你闻幽檀草的人都是什么来路？百先生，你不想一想，在我之前问你幽檀草的那个人，在京城里都做了些什么吗？那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之前问你幽檀草的那个人，现在在京城里杀了朝廷命官，全城都在通缉他。百先生难道不怕我把你知道嫌疑人身份的消息告诉官府吗？可老夫我都不知道啊。我就说你知道，那又如何？要不然你就在这鬼市里待到老死，要不然你就回京城去刑律司的大牢里跟他们解释清楚。到时候我看谁还下你这个破棋。你是谁？你这个妻子棋，不就是要杀心吗？我的杀心不是要你的消息，而是要告诉你，
你是怎么死的？恕不奉陪。哎，白先生，白先生，刚才就是开个玩笑，我不是来欺负您老人家的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只要你配合我一二便是。后生，你这是要让我破了我在鬼市里的名声啊！我老百一生就没在这棋盘上做过什么手脚。你是要和我结仇吧？白先生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你这钥匙，白先生见多识广，不会连这个都不认识吧？那你就是白先生莫慌，我用我的性命担保。大当家的，到，进来吧。也罢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东南角有一个龙血药铺，这鬼市里就那儿有幽檀草卖。谁呀？赢了。平局。谢谢老先生。承让，在下告辞。承让。喂，你刚刚是怎么下的棋啊？运气好罢了。切，我才不信呢。但是呢，你也挺厉害的。不过呢，就比我差了一点点。那是，谁敢与我们大当家的争辉啊？要不是你的火眼金睛发现了线索，我们也不能找到柏先生这个棋局，而且还发现了龙血药铺的消息。说得对。看来进行律师的第一步是先学会互相吹捧。喂，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呀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和我只要通力合作，咱们才能查好案子，知道吗？好，知道了。大当家教训的是，在下受教了。走吧，杂役。大当家，哎，玉大哥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幽檀草就在龙血药铺，走吧。哎，龙血药铺。哟，看4位客官气质非同一般，是要寻什么珍奇药材？还真寻一屋，就怕你这儿没有。我这龙血药铺没有的东西，怕这京城就再也无处寻找了。这位小爷要什么药材，直说无妨。幽檀草。客官，实在不凑巧，此药来自暹罗，极其稀少。3个月前，我确实进过一批货，但是半月前已经被一个客人买光了。啊？谁买走了？这种事不能说。老板，我家中出事了，急需一些幽檀草，你匀我一下吧。客官，请回吧。哎，人命关天的事情，其实你不想说就能不说的。哎，老板，我这妹妹不懂事，这鬼市的规矩我们都懂，我们绝对不会耽误您的生意。只不过咱们行走江湖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就当交个朋友吧。
老板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刑律司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查案，还望告知，到底是谁买走了幽檀草？邢律司？就算如此，那这也只是你们官家的事儿，小人可不敢妄谈。再说，你们两方我都得罪不起呀。老板，您是说买幽檀草的那个人也是邢律司的人？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懂了，告辞。告辞。不好，时辰不早了。如果不是鬼市的人现在不出去的话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快走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找死？来，住手！沈阳，快带万云林走。于大哥，你怎么办？仅凭这些江湖消息，还伤不了你。你们快走，快走吧！我随后就来。放心吧，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可算逃出来了。不知道于大哥他怎么样了？他肯定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不是，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啊？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你的官比他大呢，什么事都围着你转。不要你管啊！切，石榴，走走。喂，你不走啊？我要等于大哥。好啊，那你自己等吧，我们先回去。反正玉长风会自己回来的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些人可都是高手。是啊。没人啊，大哥。哎，哈哈，小姨，你又跑偏了。烦死了！拜见主上。拜见主上。免了免了。你们最近怎么样啊？我们没事儿。约翰，你刚刚没伤到哪儿吧？快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小姨，大哥现在改名叫沈瑶了。沈瑶？谁给你起的名啊？这么难听。小姨，小姨，哎，你说她比我小，非得让我管她叫小姨。辈分你懂不懂？你呀，刚当佣人店主几天，辈分就不分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娘也是的，非得认你这个妹妹。我和16呢，已经住进刑律司了。以后12宫的大小事，就由你来照管。现在京城眼线多，你们先回去，不用隐藏在我的身边，也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踪。你要替阎王殿翻案呢，我拦不住你。但是有件事情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什么事啊？千万别死。我怎么可能死呢？有16保护着我，这京城哪有几个人能动得了我？就是啊，小姨，你放心吧。不过，现在12宫形势复杂，诸多争斗，小姨要小心为上。遵命。大外甥，走了。走。是。再见，小姨。
我来，我来。怎么总是你啊？你怎么这么碍事儿啊？哎，赶紧去。16，把那边擦干净。好。陈大哥，啊？哎，这些东西放哪儿啊？哦，先放这儿吧。沈大哥，都在这干嘛呢？手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于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吧，我新修的浴室怎么样？浴室被你们弄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要洗你们洗，我玉某绝对不会在这么没有隐私的地方洗澡。哎呀，大哥，舒服舒服啊！此阎王烈火案之所以进展神速，你的功劳最大。很少听见于大人夸奖别人啊。于大人，那就承蒙夸奖喽。这几日啊，我每每想起和沈兄一起破案的日子，心中就一阵感慨。真是难得的好手段。那在下都这么厉害了，于大人什么时候把我招进刑律司啊？你现在这样，和当我们刑律司的捕快又有什么差别？玉大人啊，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经过鬼市这回，我们也算生死之交了。对啊，于大人，你可说过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失恋了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从今日起，于公，沈兄，我便叫你沈捕头。于私，你我就以兄弟相称吧。好，于大人，来。那在下就多谢于大人了。哎，沈兄，有个问题，我一直觉得。水怎么变冷了？大哥，好冷啊！哎，谁在外面？
呀呀呀呀！哈哈哈！走啊，大人，走啊，走。哎，万捕头，今天身体不舒服啊？于大人，可否让在下验上一验？请。你沈大哥验尸的手法，你看懂没？你明白了？没有。哎，没有你按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是为你好，你不懂还不快问？沈大哥。我看你一直在这琢磨，你查出什么来了？支支吾吾的就为这个呀？来，快来！来嘛！别了，来。你看，死者是死后背部才被损毁，说明背后一定有重要的信息，否则凶手没有必要在杀人之后多此一举啊。死者是倒伏在四四方方的焦土之中。从死者背后的灼伤痕迹来看，并不是被烈火灼伤而死，所以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凶手杀害死者，砍下头颅之后，遗失至此，然后凶手再点燃火焰。第二种呢，是凶手在火焰中将死者的头颅砍下。那肯定是第一种。是第2种。嫌犯怎么会在放火的时候杀人呢？你看足迹。哎，听明白没？好像明白了。明白了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你到底是知还是不知啊？哎呀！靠我这么近干嘛？切！把你厉害的，有本事你继续说啊！我不厉害啊！你要是听明白了的话，我就不用说。于大哥，你说给他听。你看这里，这里一共3条脚印，进来的2条和出去的1条。如果是抛尸的话，应该进来1条，出去1条。这才对嘛！你看人家于大人，英明神武，玉树临风，智慧过人，比你强100倍。就你会拍马屁啊？我看你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瞎说呢？我瞎说，于大人自己说的，你没听见啊？切！和徐大人尸体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幽檀草。把尸体带回刑律司。是。大哥，这几天都找过了，就剩下这个柜子，
感觉有点玄机，但是我也没弄明白。过去看看。嗯。大哥，你干嘛呢？16啊，你说的玄机在哪儿啊？在那儿呢。宫商角徵羽，这是5声律，每一个木块后面都有一个音，只有一个音上面灰尘比较多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厉害啊！